常年期2周1雙數年撒慕爾上15章16到23節，馬爾谷福音2章18到22節，小德蘭福傳之友，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1月19日，耶穌基督今天的第一篇讀經似乎有點怪怪的。故事的背景是天主要求撒烏耳王進行一場聖戰，比如說二次大戰時德國軍隊入侵波蘭，波蘭人反抗德軍，要把德軍完全消滅。波蘭人要打的就是一場聖戰，但是撒烏耳沒有這樣做，還從應當毀滅的聖禮品當中選出最好的牛羊，美其名曰要祭獻給上主。上主藉住先知撒慕爾的口對撒烏耳曰：聽命勝於祭獻。有祭獻，但是沒有恭敬與服從上主的心，是沒有意義的。這一點也是耶穌在今天福音裏強調的。假如禁食只是做表面功夫，卻沒有真正恭敬天主的心，也是徒然。外在形式也得要有內容。新酒恭敬天主的心該裝在新皮囊禁食的行為裏，否則酒與皮囊不相配。新酒一發酵就會撐破舊皮囊。新酒就是耶穌的福音新教導，特別是的真福八端，需要新皮囊即向真理開放的身心。耶穌的言行會挑戰當權者經師法利賽人的心態。耶穌並非常常溫良恭儉讓的，否則他就不會惹怒經師及法利賽人，遭受他們的迫害。這也是為什麼耶穌說他會帶來分裂，失去彈性的舊皮囊。例如我們僵硬，不肯接受主耶穌交付的心態，是由於驕傲、偏見和自我中心的影響。當年的經師法利賽人有，今日的我們可能也有。聽命勝於獻祭，這是我們為什麼遂做一切事要有愛的動機的原因。做事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做事後面的動機，即愛主愛人的動機。這是我們教友常要提醒自己的。另外，我們祈求天主給予真誠開放、有彈性的心，讓我們能夠更虛心地接受真理之神的引導，從善如流，但也擇善固執。